主后2025年6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无同的性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《使徒行传》13章13节到52节。保罗甲伊的同伴对帕弗开船到邦菲利亚的别家，约翰马可伫遐离开因，倒去耶路撒冷。因对别家继续行程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。伫安息日，因入去会堂坐落去，读摩西的律法甲先知书了后，会堂的主管找人来甲因讲：“兄弟，恁若有话要劝勉大家，请恁讲。”保罗就徛起来，比手势讲：“以色列人甲敬畏上帝的众人，请听！以色列人的上帝有竞选咱的祖先，伫因寄居埃及的时，互因成做大的民族，用伊大权能的手带因出埃及，搁伫旷野宽容因40年久。伊毁灭迦南地区7个民族了后，将迄个土地互因做产业，约450年久。以后，上帝有为着因设立士师，一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。后来，因要求爱有一个王，上帝就对便雅悯支族选出基士的囝扫罗，互伊做王40年久。上帝废扫罗了后，任命大卫做因的王。关系大卫，伊有安尼讲：“我找到耶西的后代大卫，伊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当代志遵趁我的旨意。”上帝照伊的应允，对大卫的后代，互以色列人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。耶稣出来以前，约翰对众以色列人传道，叫因着悔改来领受洗礼。约翰伫要结束伊的工作的时，对众人讲：“恁想我是甚物人？我毋是恁伫听候迄位，毋过有一位伫我后面得来，我连甲伊头围大都袂堪得。”各位兄弟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甲恁中间敬畏上帝的众人，这个拯救的信息已经有传互咱。因为住伫耶路撒冷的人，甲因的官长毋捌耶稣，嘛无明白逐个安息日所读先知的话，就甲伊定罪，这拄应验先知的预言。虽然因找袂出甲伊定死罪的理由，还阁要求彼拉多甲伊处死刑。圣经所记载关系耶稣一切的事拢完成，因就将伊对十字架顶扶落来，下伫墓里。总是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。有一段时间，伊显现互遐个对加利利缀伊来耶路撒冷的人看见，这人现在伫众人中得做耶稣的见证人。阮将上帝应允互祖先的福音传互恁，因为伊互耶稣搁活。这个应允已经有对咱这个做子孙的应验，亲像诗篇第2篇所记载：“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”关系互伊对死人中搁活无阁朽烂的事，上帝讲：“我要将对大卫所应允迄个神圣可靠的恩典赐互恁。”所以，伫诗篇别个所在嘛安尼讲：“你袂互你的圣者朽烂。”大卫在生的时有遵趁上帝的计划，伊死了后，
埋葬伫祖先下边仔休烂啦。毋过，上帝予伊对死人中搁活，迄位无休烂。所以，各位兄弟，恁应该知，赦罪的信息是对这位耶稣传予恁。恁靠摩西的律法袂当予恁脱离罪，毋过所有信耶稣的人，拢袂当对罪得到透放。所以，恁着谨慎，则免予先知所讲的临到恁。藐视上帝的人啊，着看着惊着灭亡，因为伫恁的时代，我所做的事，有人甲恁说明，恁嘛毋信。保罗甲巴拿巴对会堂出去的时，众人邀请因伫下一个安息日，过来讲这代志，予因听。散会后，真侪犹太人甲改宗入犹太教遐虔诚的外邦人，就缀保罗甲巴拿巴出去，两个使徒甲因谈话，劝勉因着牵条上帝的恩典。搁落去的安息日，全城的人拢聚集，要听主的道。犹太人看到人遐多，心内充满怨妒，反驳保罗所讲的话，搁甲伊侮辱。毋过，保罗甲巴拿巴勇敢宣讲讲，上帝的道着先传予恁，恁竟然拒绝，家己断定无资格得到永远的活命，所以阮才转往外邦人。因为主捌安尼命令阮讲，我已经指定你做外邦人的光，通予你将我的拯救带到天边海角。外邦人听到这话拢真欢喜，规用光予主的信息。遐已经受上帝拣选，通得到永远的活命的人，拢诚做信徒。对安尼，主的信息传遍迄地方。毋过，犹太人煽动虔诚尊贵的妇女，甲城内有地位的人士来迫害保罗甲巴拿巴，将因赶出境。因两人就伫众人的面前，甲卡尼的土粉拌迄角，表示抗议，然后去以哥念。门徒满心欢喜，阁受圣神充满，无共的性命。某一遍主日礼拜结束了后，有一位同工走去找牧师握手，向牧师表达由衷的感谢。伊对牧师讲：今日的礼拜，上帝好亲像透过牧师的讲道来咧提醒我。对迄遍开始，伊总是认真咧听牧师讲道，搁勤做笔记。遐个讲道笔记也诚侪，伊迄礼拜逐日灵修的时，对家己的提醒。不过，同一个主日，也有另外一位同工伫礼拜后去带去牧师的面前，用手指头仔举牧师大声讲：今仔日的讲道若针对我，就直接讲，莫伫遐转弯洗角。对安尼，伊对牧师充满敌意，常常批评牧师的讲道，私底下论断牧师、攻击牧师，甚至对其他人讲一寡毋是真实的代志，伫教会内造成扰乱甲纷争。上一篇的讲道带来两样情，上款听讲道却有无共款的反应，产生无共款的结果。其实信徒对伫讲道的反应，拄凸显伊的信仰甲生命态度的实际状况。安尼的情形，检测互真侪牧者感觉刺心，因为类似的状况，伫袂少的教会拢捌发生。拄亲像传道书的作者讲的，以前已经有的，将来会阁有，
以前已经做，将来会阁做。日光的下面无新的代志。其实，伫初代的教会也捌经历过类似的情形。使徒行传13章13-到20这段经文，描写保罗甲巴拿巴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传道的过程。按照惯例，保罗伫安息日的时阵进入犹太人的会堂。伫礼拜听序中，会堂的主管邀请保罗分享，保罗就借着这个机会讲道宣扬真理。16到41节记载，保罗的讲道篇内容要点通分做3个段落。16到25节概述以色列的历史，目的在于将耶稣的拯救和以色列的拯救史连结，尤其爱和大笔的传统连接起来。26到37节，保罗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甲割腕的事迹，这个便强调这是应验先知的预言，佮引用这个为旧约经文，目的是要证明耶稣的拯救事工应验上帝的应允。38到41节是结论。保罗劝勉会众接受这个下罪的福音，勉励先知所讲的发生伫因的身上。不过，对经文中通清楚看见会众有无共款的反应，显出两种无同的性命。有一群人是谦卑领受、相信，佮较无追求，所以因互圣神充满，满心喜乐。相反的，另外一群人自高，佮身心嫉妒，叛变，佮制造问题，结果就是弃绝上帝的道，失去得到永恒生命的机会。不同的生命对同一个道理产生无同的反应，也带来无同的结局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的生命是属于倒一种光景呢？希望你我拢会当拥有谦卑柔和的心，愿意伫听道理的中间，互圣神调整和更新。默想，对伫每一遍的讲道，我是带着什么态度来领受？对伫每一遍的讲道，我是带着什么态度来领受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帮助我，每一次听讲道的时，会当拍开心，用正确的态度来领受你话语的督责、劝勉甲鼓励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